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8。以赛亞書53章5節安尼講：若是伊為着咱的過失受傷，為着咱的罪過受害，伊擔當刑罰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鞭拍，咱得到醫好。三甲來祈禱，賜耶穌基督為阮擔當刑罰、受鞭拍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有豐盛的恩典，甲無比的慈愛的至權全能上帝。你的疼，何等的長闊懸深，世間無人通比。主啊！在阮還在做罪人的時，你就找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這世界，為阮的罪來放殺生命，釘死佇十字架頂。主啊！我要全心來獻上阮的懊惱甲感謝，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犧牲，來完成救贖的恩典，互阮通甲你和好。主耶穌啊！若是你為着阮的過失受傷，為着阮的罪過受害，因你擔當刑罰，阮得到平安；你受鞭拍，阮得到醫好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